咩叫有品質嘅種水貨？唔多講，馬上俾大家展示一下我哋近期新箱出嚟嘅呢批種水貨。呢一款呢，就係成盤貨嘅經典作啦，因為佢個種好老嘅一個料，所以水頭夠嘅話，佢成件貨嘅光感好足。呢種呢，就係我哋講嘅低調奢華版，佢好百搭，喺自然光底下佢係好有珠寶感。呢件咁大片葉呢，做個豪商款，呢款呢，其實對於日常毛衣鏈嚟戴呢，佢係好夠噶啦，可拆開嘅一個托底，佢嘅光感呢更加透亮。當你將個底墊上去嘅時候，佢嘅熒光感呢又起2度。喺葉子裏邊，我哋亦都做咗2款好有設計感嘅樹葉嘅耳環。咁呢個加咗一啲設計理念喺裏邊嘅，中意大氣嘅朋友呢就可以揀呢啲嘅款式啦。呢個無事牌呢係滿綠色嘅，冇做一個圍雙嘅鑽石，係因為喜歡日常佩戴款嘅朋友呢，可以作為一個選擇。中意翡翠嘅朋友，我相信你哋一定係中意翡翠嘅本質。唔知你又有咩諗法？不妨同我一齊交流一下。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黑。